接下来我们要为几件事来祷告。第一件事，今天很特别，我们青年团契能够跟妇女团契一起来同心来为着教会的事工来祷告。第一件事，因为今天青年团契要为着我们教会继续办走心的歌音乐会第2次来开会，希望有神的带领能够感动每一个弟兄姐妹，不管是青年或者是上周末营要成果发表的，或者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愿意把他的心献上自己，做活祭献给我们的神的时候，主要愿神的圣灵引领我们，为着我们能够办第2次的走心的歌音乐会来祷告。这个是总共有妇女团契还有青年团契和少中文这3个来合作来举办这个音乐会，所以但愿我也相信这个神，这也是神要做的心事在我们的教会当中，所以我们为这个音